有96年历史嘅云林西路延平路街同三峡太海路街有无共用嘅风格，比受到推动路街开发，菜地团体也赞美，整个一栋栋嘅路屋，就业者同文化工作者落来，而本路街又老又新。不过，大家路地爱整路屋冇咁简单哦，老师傅越来越少，人班唔单止可能请到菜地嘅工班，也得数艺技术，甚至会失传。故所菜地团体办的路屋建好工作坊，邀请各位长传统建筑的泥水木工师傅设计来做，教大家用来整路屋。本来是国内外的建筑内所的先生同学生的来学，同时交流，希望大帮安尼鼓励更多人看到路屋珍贵的素材，向下来整来保护。啊，你一支手刀，你唔免讲两支手一只换，安尼袂使，你一手按在这边。放假时节，4个人级来自国内外睇在研究建筑内所的先生留学生的，数7位业以来带定树立的，听听菜地的老师傅，记定树标的绑柄，切定父母奶上。你是用6分呢拍我麦，你想安拍我麦，是咪袂调？你讲看。袂调，你看，袂调，你就要换8分呢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营这种东西，然后其实我也从来没有来过西螺，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是看到老屋见习，所以想要来的。长期关心西螺发展的菜地团体，13年来当年就请后生的主角来到路基巷的路屋来编塑，今日特别请的2级有30-40年路经验的木削泥水老师傅，用现场来做的方式，老主角向下来整路屋。老屋建学营就是要教一些年轻一辈的老屋怎样修复。今天我们这边做的不是说通通把它打掉，不是的，是把它原来的留下来，就像这个拉门。因此，西螺延平路街，但是是将近90年的路屋，当时的建筑工法做近1少年用的，工法的传承看起来会出现断层。将黑泥水师傅林坤勇必定的一个从强作用的营业，用木的做出来结合只层次的线条，也是一道延平路街的里面买那看得到的装饰之一。用一个模子，这个线条哈，这线条哈，就是阮家己爱看你要做啥物线条，阮家己师傅来做迄个模啊，爱模啊做出来，再照迄个模的形状吼，这嘛是水泥砂浆啦，水泥砂浆跟那个石灰跟那个布袋棉有4种颜料配合起来，这样拉出来。因此一种工法好是好高，早期抢有钱人才肯做，按复杂的常识，也唔是大家老师傅都晓得。当然也唔是短短2礼拜工作日学完就学嘅vai。教他们怎样做，配料怎样配，他们会了。叫他们下去做不会了，不行，不会那么简单。这个要学多久才可以出师啊？哇，这个要看人了，看个人了。有的学到老也不会啊。无平等，你即摆为了用迄个目豆，我找迄个目豆对。不过主办团体认为，一2礼拜学习，就像啲学员神学，一粒长路屋嘅叶，下一摆一粒叶，无天草啲壳贴就得发芽成长。或许2个礼拜的见学的时间，他学不了全部，但是总是他看过，他了解到这个建筑工法里面比较精湛、比较细致的那个部分的时候，以后他们去外面接了这个老房子的修复的时候，也别去师傅考倒去，而且他比较知道怎么样应用比较好的修复原则方法。大家都
可能会想要使用，可是我们也没机会看到，甚至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它有怎么样可能性被应用在空间之中。那我们今天看到了，我们今天了解这些事情以后，或许有一天有一个机会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带回去，用在我们老房子的重新设计或者老房子的再生上。现在的话就会觉得会想了解它的背景，跟会想知道它就是里面有什么故事这样子。而且因为每栋老房子都有属于它的一些美好的地方在，以前比较不会去看，以前就看可能就旧旧的、脏脏的，然后就可能就会走过去这样子，不会多特别留意。路用文教基金会后面会执行专业讲拍嘅。認證一下公司部門都較少長老屋嘅資源，一啲後生志工嘅參加，上嚟呢度成本。我们像这次办的老屋建学工作坊，我就觉得很棒。我们台湾有很多建筑系的学生，甚至老师，他们自告奋勇的跑来西螺来帮我修老房子。你看看这个在人力物力上面，我就省掉很多。一班志工行較多嘅外國來嘅朋友，像來自法國嘅空地，天拜來到台灣。就上愛啲西螺路業做3年嘅志工，做啲天數長老屋學古典，學經驗背包學點。I had 3 times, maybe for 7 or 8 months. So I wanted to go to an Asian country because I went to South America, I went to some European countries, and I wanted to discover something very different. And I heard that Asian people are really welcoming, so I wanted to know this. 總督突然出現外國人，對蔡天來講係當特別當神奇，亦係後面會特別的安排。我覺得國外的年輕人進來，對國內的年輕人來講，它多了一點點比較特殊不一樣的地方的氛圍。那這些國際的年輕人進來，帶來了我們的一些國際觀、世界觀。上一半路業到一時的別的國家氛圍，最後味道上後生人。中港路業沒落後後，地方學社會發力。你看，他都是老人，那西螺老街就沒有希望啦，對不對？老街有老人是應該的，但是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老人，我就慘了。老街要有新時代的氛圍。老街要有活力，那我就必須引進年輕人來。超過300年歷史嘅西螺，現在延平路街華本的溫水河，早期係主要嘅土船河，係重要嘅商品交易嘅中心。從路街東片嘅東市場，行看附近嘅鄉鎮居民買民生用品嘅所在。在光復之前啦，過年的時陣，過年的時候，包括到麥寮那個地方啦，麥寮那邊過年是到這裡買年貨，麥寮、崙背、二崙，攏總來東市場這個所在辦年貨。喺東市場醫療龐大出事業，長數期限制咗啲物價天數做成啲，他係一隻牌物價度嘅百貨行，經營為東市場頭擺或按鬧熱，最重要嘅就係有人情味，店家都很本人客來查試。早期東市場這一邊為什麼能夠繼續維持那個不錯的生意？就是早期農村他們經濟很不好，他們出來外面因來買物件，大部分10個有9個攏愛賒賬愛欠銷，就是甲因稻子收割以後賣了稻子才有錢還給我們。一現在西螺係政府提及重要嘅商業莊頭，故所喺1937年，日本政府喺西螺路街來做都市改正計劃，比法泰路統一嘅建築嘅樣式。西螺路街一啲1960年代陸續出現幾百間都係裝飾藝術嘅建築物。家愛有騎樓啦，愛有騎樓是日據時代，因為咱家屬於南洋的氣候，較夏天的下午較有西北風，日本人他們就以南洋那個地方那個地方的想法看法去規定這個
商业区啦，大同边的商业区的商业建筑就是要留骑楼。不过，这样是拄好遇到二战时期，人力物力较少，专门强调要创三协太海路街一样插法的巴洛克风格。故说西路路街里面，但是相对较简单。整个社会比较混乱，然后因为战争的关系，人力物力是不是比较吃紧？所以我们就比较不太可能会去做费时费工的那种房子的形态。我们的立面都是比较简单的，比较流线型的，OK 就好。马家都在上，故说路街巷的路屋，由于都会上都是岩墙下的，天棚也是二楼的天内，也都是连的呢。既然我们要做的是省时省料的一种工法的时候，你看大溪老街、三峡老街的房子，他们不会是共壁结构。我们西螺老街为了要省时省料，说你们家的房子跟我们家的房子，我们就一起用的同一个墙壁。它的天花板跟地板都是连接的，都连过去的哦。他们天花板是连过去的哦，整栋他们连过去的。以前差不多家族啦，还是兄弟啦，还是说很老的朋友，我们住在这边哦，我们上面要盖，我们是说好了啊，我们一次盖。一条有将近90年历史的路屋，也喺延平路街巷含有142栋。不过一条路屋见太门村地呢，也喺毛做成立，像係有人帶天貼。中國延平路街足見冇嘅當年嘅豐盛。中央市场新建以后，搁再来就是果菜批发市场迁到建兴路尾迄个所在，再来就是整条建兴路，就是两旁就是摆摊子，那你遐是新兴的一个商业区。民国50年的时阵，才要做闹热。民国50年的时阵，要真闹热，在民国60年以后，这边就一直没落去了。尤其喺1947年嘅2月8事件過後，呢度本單啲路街巷成立咗到當天貼嘅調價，一上出國家嘅辦照，呢度路屋轉樣變極限。228的時候，西螺即使沒有太大的損害，整個那個社會上充滿各種懷疑呀，對國家沒有什麼太大的信心的時候，那有錢人跑掉一些。那時候的有錢人在哪裡？有錢人就是我們老街上面的擁有這些很漂亮的老房子、獨棟的老房子的這些人。屋嘅無人顧，就開始往裡往邊快踢。限位危害到隔壁鄰舍屋嘅安全。故說洛陽文教基金會6年前開始帶頭來爭路街，一下建爭嘅34間嘅店面，8間屋度嘅空間。我們在修復老房子的時候，能夠保留的舊的建材、舊的結構部分，當然盡量保留。但是已經毀壞掉，不得已要再把新的物件加上去的時候，我比較傾向說。應該把這個時代的材料，放進去，結構的部分。爭一條路屋嘅時節，洛陽文教基金會也唔強調天作爭作本地嘅樣嘅，靠家條嘅現代化嘅生活理偏心。老房子不好住，年輕人不願進去，那就好像在世代斷層上面就有問題。那我們這一代修好了，下一代不願意進來。那是不是過10年又荒廢掉？路屋爭好嘅，天作有人用，真唔會過一擺房客。故說爭好嘅8間路屋都各有用途，那做展覽館、圖書館、傳堂一條，像喺董事長爭好過後，前年文創嘅入閘入到呀。海樹它不是這樣嗎？展開這樣子，像絲一樣，對，不是完整的。這個技巧我是用絲的。40人說，爭從台北退休轉到故鄉嘅黃淑年，11年來就用菜瓜布來做創作嘅素材，用菜瓜嘅紋理疊出圖畫。
丝瓜布我觉得它的纹理很美，当我把它剪开、剖开的时候，我了解它的纤维透过光更美丽。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变为是一个艺术商品，然后让人家可以欣赏？也係當接看到嘅畫布，圖布蛋糕嘅描蛋法，留一被剪下來過後，再重新組合。黃松林認為，這場勞務工作，呢條素材都係細時節嘅記憶，咱嘅創作還可做嚟詳述佢一條嘅生命。我們小時候就生長在鄉下，對，那習慣這些你小時候印象的東西，你會有一種感情，對，所以你很自然隨手可得的話，你就會想要去創作它。对，那延续它的一个美感。文創業者或者工藝師來講，本身它就是一股 power， 然後這些工藝師的生命力絕對比一般人來得強一點。那生命力強，它就會構成一種吸引力。那一群人生命力強的人聚集在一起，這整個社區就會變成很大的一股能量。啊，這樣子的話，再加上年輕人進來，藝術家進來。我們國際文化交流做得不錯的時候，其實我這個地方再過個10年20年，再掉下去的機會就不是很大。有些人是按多年10萬嘅傳統，一下老幾竟然有人開始自家出錢出力來爭勞務，唔單將文化和情感上嘅價值受到重視。勞務嘅設計家是更越來越高，洛陽文教協會還想要引進更加多後生嘅法律。維持爭勞務嘅風氣，本勞業有黏黏的生命力。这里是一个日本时代的警察厅，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个警察主题做一些创意发想，做一个创意的体验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可以呈现比如日本时代的警察的样貌，然后又可以有跟游客做比较有趣的互动，然后甚至未来还可以有教育的意涵在里面。